好啦，咁2026考前就最後嘅提醒啦。咁就講真，唔係要去提一啲好技巧性嘅嘢，因為最後一日、最後呢段時間要技巧性嘅嘢提，一早都提咗，亦都唔係最尾一日做到好多嘢嘅嘢。咁但係可能都喺剩低嘅呢10個8個鐘時間做到幾多得幾多咯。好啦，第一個位有一啲事前嘅準備，就係我哋希望你有個 plan 一個時間俾自己。咁嗱，個個人定嗰個定義都有唔同。譬如俾我為例啦嚇，2個半鐘嘅一份卷 ，Section A 甲部4至5條，我自己 prefer 就45分鐘係極限嚟㗎啦。咁即係平均一題大概10分鐘咁上下，9分鐘10分鐘。咁Section B 3條60分鐘啦，即係平均20分鐘一條。Section C 2揀1 30分鐘一條。咁但係你數完咧，發覺咧已有15分鐘 spare time 嘅。咁正正就係呢15分鐘連埋，因為我自己角度就係你 Section A 其實係我 set 45分鐘，但係其實係可以偷到時間嘅。尤其是本身如果比較強啲嘅學生，佢應該係一條題目可能6至8分鐘做完㗎啦。咁可以偷多15分鐘10至15分鐘出嚟嘅。咁即係 total 其實可以多連埋我原本嘅 spare time 就其實可以有25至30分鐘嘅。你咪再將佢愛嚟去套翻落去 BC Part D 中長題目要寫多啲 working 嘅，要思考多啲嘅，擺嗰啲地方度做咯。OK， 咁呢個當然你自己每一個人因應自己去 adjust。咁我自己啲學生亦都提咗，佢哋邊啲人係可以做邊啲 part 先。我自己唔建議順做嘅，唔建議順做。OK， 咁尤其是強啲嘅學生，可以有其他嘅策略，因應自己能力有唔同嘅策略。OK， 所以你自己做一個 planning。OK， 咁點解要 planning？ 好簡單，就係你如果唔跟足個 plan， 有啲位嘥得太多時間，咁喺導致到另外一啲明明好容易執分而執唔到嘅分數就會好蝕底。OK， 咁所以你自己要做一個時間嘅管理，諗清楚你用幾多時間啦。咁我呢個就只係我嘅建議嚟嘅啫。好啦，跟住仲有啲咩事前嘅準備咧？檢視一次所有常用嘅 double entry。OK， 跟我啲學生就知㗎啦。我係好着重 double entry， 乜都問 dead credit， 我下下都問 dead credit， 就係因為你哋如果可以睇份卷嘅時候，所有 financial account 嘅題目全部都諗 double entry， 係可以好輕易攞到5或以上。我成日都咁同啲學生講嘅。個問題就係你現實做落嚟係咪個個都做得到咧？咁梗係唔係啦，個個都做得到就個個都攞5啦。OK， 個問題現實做落去唔係，但係唔緊要，因應自己能力 double entry 點都一定係幫到你執分嘅位。OK， 你諗完個 dead credit， 諗相對嘅加減，咁我自己啲學生就經常俾我係咁問，呢個方面應該係會熟悉好多㗎啦，因為真係不停問，乜嘢都問 dead credit。你思考習慣用呢個嚟思考，你自然容易攞分過其他人。咁好啦，跟住就一啲我哋比較 common 啲嘅題目，常開嘅格式account 嗰啲嘅擺位入邊嗰啲內容，你自己檢視一次，你係咪已經好清晰？另外常用嘅 account 名，記住 account 名一定要用題目入邊俾你嗰啲啦。當然如果有嘅話，題目有俾到 account 名，你唔用你就會冇分。但係另外同一時間有啲咧題目冇俾你，但係啲幾 common 成日會見到個名嘅，自己留意翻。好啦，咁考嘅時候有啲咩要留意咧？我係建議睇 heading， 跟住即刻飛咗落去睇 require 嘅。點解要咁做？你俾自己有個認知，你知道我嚟緊要開啲咩嘢，揾啲咩資料，從而可以快速啲喺題目度 locate 到你想要嘅相關嘅資料出嚟。OK， 唔好嘥時間順睇條題目，你咁樣做係好嘥時間嘅。跟住小心用字單位，用字可能係嗰條題目咧，尤其是英文版嘅考生啦，有好多學生因為英文都係相對地普通啲嘅，好容易會去理解錯咗嗰啲文字講咩嘢嘅。咁但係 DSE 出嚟出去都咁上下㗎啦。
咁唔該你盡量喺最後呢段時間，你可以睇一次 DSE 為有啲差唔多表達緊相同類型意思嘅嘢，你睇下佢點寫。你睇下，如果你有陣時會 get 錯咗，你睇多次。哦，原來咁樣寫係咁解，咁樣寫係咁嘅 meaning。單位就係講緊我哋，譬如舉個例，啲年月嗰啲，我哋尤其是做 costing，譬如計 break even fixed cost 除 UCM， 個 fixed cost 題目計緊年定係計緊月啊？望清楚啲。OK， 單位 kg、gram、ml、L。嗱，雖則唔係成日都會考，但係偶然都會考噶嘛，係咪啊？另外，喂 hour、minute， 你喺 DSE 題目都有機會見過喎，有唔機會要俾唔同嘅資料你嘅喎，你自己諗清楚。好啦，最後嘅係日期，我哋計利息，我啲學生成日都聽我講，每年份卷都一定有噶嘛，銀碼乘 percentage 乘12分之幾多個月，係咪要數翻月份啊？另外 DP 係咪好多時都要計月份啊？應該成日都聽到我講噶啦，應該理解嘅。OK， 咁好啦，你如果可以好好早啲 plan 定晒你個時間，將啲常考嘅格式啊成清晰晒啦，一望條題目已經撈到，我知道要寫呢啲嘢嘅，諗呢啲嘢嘅，揾呢啲嘢嘅，再加埋睇題目嘅時候留意呢啲位，一定係可以攞到一個理想嘅分數。當然每個人目標、每個人定位都唔同，因應自己能力，盡力做你做到嘅嘢就 OK 啦。都係嗰句，對得住自己就 OK 啦。你係讀咗3年考個公開試，你要做嘅就係盡你做到幾多得幾多嘅能力，盡量去喺份卷度反映翻出嚟，對得起自己就 OK。中六新一屆又完咗啦，咁啊跟住中4、5就會係好多啲時間去可以同佢哋去準備去學唔同嘅新認知。咁啊，亦都應該係呢啲時間應該都多啲學生要準備嚟緊下學期考試，又或者係都好多新 topic 已經學得好甩晒啦咁樣，咁就可以盡快查詢翻，咁就有啲咩就隨時 IGDM 查詢啦，就咁樣係咁先，拜拜。